为着要庆祝这社区的活动中心完工，家己绿草加这个西镇社区的时代，做伙伫个绿芽草文化学堂，亲手创作展览，甲一块一块灰仔砖搭伫画好的草道顶面，来糟蹋社区的新活动中心。提针啊，加灰仔砖，时代一块一块用膏啊，甲灰仔砖连起来。家己园绿草乡绿草社区甲西镇社区的时代，做伙用灰仔砖创作在地艺术作品。哪做哪学，当然是无接触的时阵，会感觉是非常的困难。但是在咱的这个老师的这个教导的指导之下，咱会感觉哪学哪做会哪简单，会哪有成就感。咱希望用这个物件，透过这个文化艺术的这个活动，把这个物件显现出来，啊，互更较侪人来到绿草的时阵，会当看到因地方的特色。时代甲绿草乡在地特色画出来，佮配合灰仔砖的展览创作。老师表示，伫展览的过程当中，色水的配合，佮有安怎来加灰仔砖，拢是美角。大部分拢是展览的部分较困难，画图笔画咧问题展览的时阵，咱咧做迄就有专门无共款的技术，啊，所以对因来讲有淡薄仔困难安尼。啊，阮会在边仔甲因指导。家己园文化基金会表示，伫绿仔草文化学堂附近，绿草甲生镇两个社区做伙使用的活动中心就要起好啊。透过即个艺术下乡的活动，毋但时代会当学着新的工艺，嘛顺续糟蹋社区的公共空间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